根據了解，淡市房價愈來愈懸，嘛凸顯租厝的需求，所以政府透過包租代管，鼓勵厝主將空厝釋出，來幫助有需要的經濟弱勢。嘛透過民間合作，媒合厝主甲厝卡來保障雙方權益。對此，議員尹愛達里表示，這項好的政策第三期個擴大到1600戶的額度，無加強宣導實在可惜。中央又把这个宣传的经费拉回到中央，可是老实讲，我们也看不到中央在宣传什么东西，看不到成效，所以还是希望都发局这边跟中央反映，争取我们把宣传费用拿回地方来使用，或者是交由我们目前的大成跟兆基公司他们去做。为什么？因为业者最了解市场需求。所以这一块是不是都发局能够试试看？好，谢谢议座这个指教了。有关这个包租代管部，目前这个宣导部的确是中央统一在进行相关政策的宣导不过我们都发局原则上会采取比较弹性的做法如果其他案子有机会要宣导的话，包租代管部分也一并会纳入来进行宣导，也一并来做宣导。对，所以议座这个意见非常好。那我们市政府大概都发局也会多来宣导这个包租代管这个好的政策。多年为了促进包租代管，减少空厝，嘛提升台南的租厝市场效益，好帮第三有更较好的运作机制。所以議員進一步強調包租代管的公益性，要求調降房屋稅率。包租代管可以再降稅那我基於降稅的需求，我把我原來已經出租了跟那個我的厝咖、我的房客這樣講一講那這樣子是我覺得把我們的國家有限的資源拿去讓它更方便。謝謝市長，真的是明察就好。所以這個部分真的麻煩市長包含下面都發局跟經發對不起財稅局這個地方再討論看看。我們希望讓房屋的利用最大化啦，但是做一些區隔，做一些防弊的機制。根據了解，如果包租代管的厝卡符合中介收入、身心障礙等資格，政府攏有租金的補貼。所以議員進一步希望小局須可用公費租約來安置。台灣新聞關之林跟採訪報道。